议员就来顶市政总质询，首先针对0到6岁国家市的政策，其中幼儿园的午餐甲点心的费用部分，因为物价一直起，议员烦恼，平均一天20-30块的点心甲午餐的费用，根本就无够成本。建议教育局应该随时来检讨制作的点心的类型，当然，这个部分恐怕我们也要再做一些检讨，可能也请营养师来做协助了。那当然，追本溯源就是所谓的物价调整这个问题，的确我们是要去解决。好了，局长，因为我知道说我们国小的营养午餐有滚动式的在检讨，对，我希望说我们的点心这个部分也必须纳入滚动式检讨。我们会愿意跟家长沟通，那希望能够达到双赢。对于幼儿到中者，另外议员嘛关心长辈自主型的长照机构的收费问题，费用对18000块到5万块不等。议员担心根本不是一般长辈带得起，因此建议是不是要增设公立的长照机构？对此社会局回应。目前有一间公办民营，有228间的私立，那有没有我们的公立的长照机构呢？我们在北门那边有一家长照，是 OT 给那个民间机构来承做，是公办民营。好，所以只有一家。是，不过我们目前全市的长照机构的一个收容率呢，只有到达80%，也就是说很好的机构很多人排队。然后呢，比较后半段的机构呢，它就比较缺人去住，所以其实是有市场不均衡的状况。那就是费用的问题啊。有可能。不管是生、老、破病，甚至是死亡，议员嘛关心公立塔位甲私人塔位费用的差别。对此，市长嘛回应，这就亲像社会主体同款，是供应甲需求的问题。如果共有的多，私人的塔位相对费用就会来降低。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